2023年小犬风台期间呢，超过17级的风扫过红头树，迄当阵呢，全岛呢是来熄电一礼拜。昨昏台电宣布，这红头树的电缆地下化，而且强化工程也会提早3天来完工。也毋过部分主体其实到今还未修理好势，预计伫今年的6月，这风台来进前就会当完工。台电工程人员2日一度兰屿环岛公路最后一期电火条宣布兰屿环岛电缆地下化工程原定5年的工期，提早3年完工。台电表示，今年兰屿伫风台季停电的机会会减少真济。代表政府还有重视我们兰屿，将来的供电的稳定度会更好。而且呢，兰屿不只是我们环岛公路下地兰屿它本身也有光电，也有储能，还有我们的景观发电机组。就已经形成了类似一个我们微电网的概念。台电表示，兰屿电缆地下化5年前就已经规划，不过2023年的小犬风台严重破坏岛上的电力系统，兰屿要停7天电。行政院要求台电要赶紧完工，台电动员机具人力隆重布设，高压电缆线82.2公里。不过，同款桥小犬风台吹判去的兰屿600多户民家，因为修理的数量真济，目前还有206户还在征收。主要是因为去年的那个台风，造成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交通在一些那个材料修缮的材料等等有受到影响。台东县政府表示，兰屿在后民家的复原工程已经有向原民会申请电源工程预算执行，希望赶在今年6月底风台季要来进行完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